上落雨熊的季节，南投县林海乡二万大国家森林游乐区已经有3张落雨熊生活新衫，规张看起来红叽叽，亲像囡仔笑眯眯，也佫有红色、黄色、青色小斗大的树篮。一寡游客看甲心开开。南投林管处讲，差不多到12月中，规个园区的落雨熊就会佫较红拍拍。 伫咧青翠的树丛内底，有几落丛已经变红的落雨熊，安尼看着特别醒目。日头光照伫个红色，亲像这个羽毛同款的叶仔顶悬，互人亲像伫咧正水的仙境同款。最近这个气温一直落低，南投二万大的落雨熊已经有3丛来转红咯。甲看这游客拢安尼无用咧甲翕相。颗很大。就可以延伸进去，这样子，有一个层次感，很火红，很漂亮，就对了。漂亮，很漂亮，真特殊的。即摆已经来到秋冬啊，嘛是欣赏落雨熊的季节。游客来到二万大的森林游乐区，正拄好去拄撞到这3张有5公尺悬、已经变红的这个落雨熊，会使讲是看到安尼青笑佮出叫。因若伫个南投仁爱乡的清境农场，嘛开始来出现这落红花带青黄的5彩双篮，这看着真出落壮观。除了这个落雨熊，还佫有南方村的黄金饭仔叶，嘛豆豆啊咧转红咯。阿瓦达的赏枫盛期大约是每年的11月中到12月底。那今年因为气温比较高，所以现在才慢慢开始红。那以目前的状况，大约是只有2成。不过呢，因为这几天天气寒冷的特别快，所以它的落羽松跟水杉已经开始转红。因若伫二万大的地漂绿野山庄的头前，有这个关度超过6-7层楼悬的落雨熊，只单要变色尔。估计伫后个月中旬，就是上好的观赏期，嘛，互真侪民众期待讲要亲目睭来欣赏这个黄花花、佮金丝丝的落雨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